咱台湾是海岛国家，那无药个出口、进口拢是靠船只较济，也毋过船排放的污染物是真悬，嘛占咱台湾整体排放量一成以上。伫去年开始，环保署和海委会就合作，甲空气品质的设备到伫海巡队的巡览，要监测咱台湾周边24海里内空气污染的状况，嘛要收集资料，未来就会定出相关的政策来改善。船只出入港，台湾是海岛国家，节进出口拢着靠配船，船艦造成的空气污染也受到关注。2022年，环保署甲海委会合作，甲空气品质设备装伫淡水、台中、台南海巡队的船艦，监测台湾周边24海里以内的空气污染情形。原本在陆地上面的监测资料，扩展到海域里面去了，检讨我们目前的像排放量的这些资料，那还有整个模拟的这个资料。它的一个正确性，那作为就是说未来那在眼里，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空污的防治的策略跟这些方式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验证的工具。船主要的空气污染物有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，船只伫这两项的排放分别占台湾整体排放12.9%甲5.8%。环保署指出，根据港口附近的监测资料，甲国际上的研究显示，若是船只伫出入港的时降低速度，会使降低污染的状况。目前也有向港口宣导，但是愿意安尼做的船只也无真多。入港的时候的减速，它的相对的比例比较高。那出港的时候，可能是希望赶快可以到达，所以相对出港的这一些减速的情形比例会比较低。空气品质维护区，那去限制在距离港口的某一个距离之内的，它必须要去做减速。比较长一点的时候，因为扩散的条件也相对好，它才可以以它正常的巡航的速度。环保署表示，监测计划未来希望国再扩大，监测的结果也会加做未来船只限制速度的政策根据。目前施行日期、对象等等拢也未确定，会搁再向港口管理单位甲相关业者做阵讨论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